肥妹想同大家分享一本書，佢嘅書名好有趣又好實用。書名 Surrounded by Idiots， 英文直譯被蠢材包圍。中文書名拆解人性的4式溝通術，瑞典行為教練教你駕馭職場、團隊與人際交流。作者 Thomas Erickson。書中拆解人類嘅4式人格行為理論。DISC 喺職場上工作越耐嘅人會發現，搞定事情本身並唔係最困難，真正讓事情變得難以處理嘅因素，往往源自於人。所以為何好多職場前輩成日講先學會做人，再來學做事嘅原因。以下內容就由肥妹向大家詳細介紹不同顏色嘅行為特點。先介紹紅色，紅色屬於支配型，要擁有權力同具有目標性。佢嘅核心特質果斷又強勢，要有好強嘅掌控，做事好急，做事直接，以結果為優先。優點執行力超強，有擔當，決策快速，不怕衝突，領導力十足。重點係我哋要直接講重點，先俾結果，減少廢話，唔好拖延，要尊重我嘅主導權。缺點個性急躁，過度獨斷，忽略他人感受，說話直白傷人，對於瑣事不耐煩，對於有壓力時反應變得更霸道，用命令式口吻，無法接受拖延而容易憤怒。同佢嘅相處溝通方式要直接講重點，先俾結果，減少廢話，唔好拖延，尊重佢嘅主導權。跟住介紹黃色影響型格，佢哋人緣好，覺得大家要快快樂樂。佢嘅核心特質係熱情又活潑，喜歡社交，為人樂觀開朗，喜歡表現自己，有好好嘅想象力。優點佢有好強嘅感染力，為人幽默風趣，擅長於鼓舞其他人，創意力豐富，好容易拉近彼此嘅關係。缺點專注力差，會3分鐘熱度，容易忘記細節，說話有時誇張少少嚟吸引眼球，唔中意太大壓力。面對壓力嘅反應係本能地逃避問題，會用開玩笑掩飾不安嘅情緒同抱怨。點樣同佢哋相處溝通呢？要多啲讚佢，多啲互動，用故事同傾偈嘅情感連結，而代替生硬數據理性分析。要保持輕鬆氣氛。跟住介紹綠色穩定型人格，佢哋愛好和平，需要絕對嘅安全感。佢哋嘅核心特質溫和內向，而且個性柔軟，最討厭衝突。個性係習慣配合，跟大隊，追求穩定。佢嘅優點係極度有耐性，係好好嘅聆聽者，為人可靠又體貼，充當和事佬角色。佢嘅缺點係做事優柔寡斷，超害怕改變，又唔敢拒絕他人，造成過度忍讓而唔敢表達自己嘅想法。面對壓力嘅反應，通常唔出聲，而默默忍耐。為咗唔想有正面衝突而選擇消極逃避。同佢哋相處溝通方式，語氣要溫和，先給予安全感，再慢慢溝通，千祈唔好強迫，要給予足夠緩衝時間。最後介紹藍色分析型人格，佢屬於邏輯型同完美主義者，核心特質為人理性冷靜，講究邏輯，重視細節，做事嚴謹，追求規律。優點思維縝密，做事精準，注重細節，講求證據，穩重理性。缺點過度挑剔，容易悲觀，做事緩慢，多疑敏感，太過嚴肅，遇到壓力時會凡事講究規則，反覆檢討細節，會過度挑剔所有人，讓自己陷入負面思考。同佢哋嘅相處溝通方式，要提供數據與證據，邏輯夠清晰，不要馬虎，給予完整資訊同流程完整。跟住透過肥妹家族小劇場，俾大家睇4種人格喺職場上嘅碰撞力啦。場景一般中小型公司，開放式辦公室，佢哋準備臨時專案嘅趕工日。人物設定對應書中4式人格。老闆紅色人格，極端支配型，只看結果，滿耐心，講話超直，痛恨廢話與拖延，覺得員工效率差就係蠢。大舊妹黃色人格，社交浮動型，主意超多，超會畫大餅，愛搶表現，做事有頭無尾，專案執行永遠半路消失。肥妹綠色人格，穩定老好人，職場萬事包，不敢拒絕，怕衝突，習慣默默承受壓力，情緒只會收埋心裏。爬爬妹藍色人格，完美分析型，講究數據，死扣細節，做事慢但零失誤，喜歡質疑流動，唔會做無把握的事。